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361首。361，一世人分对立哈，咱爱求咱的上帝吼，驾驶咱数算家己的日子啊吼。无论咱的情况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的学习条件，咱拢需要爱去数算咱家己的日子要安怎得到一个智慧的心吼。所以这条歌真好，嘛会当互咱思考咱一生的中间要安怎来思考，无论什么款的劳苦忧愁吼，上帝伊的主来拢由陪伴咱一生吼。突然宕机。这首台语的呢？嘿，台语。哆来咪求你驾驶我，所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过10年，搁亲像分之一。我的心我靠，只有忧愁，天过去无留啥物，犹你早起时，你主爱将我愿，互我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滚对你，阮的心献上乎你，愿一生要滚对你，因无你，甲你徛起，愿一生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有你的影味踮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绵绵。咱一个对头来唱啊！一个来，求你驾驶我所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过10年，搁亲像困一星。愿一生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因你主爱将我愿，互阮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滚对你，阮的心献上乎你，愿一生要滚对你，因无你，甲你徛起，愿一生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有你的影味踮伫阮的顶面，愿你的荣耀绵绵。
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加对你的儿女，受你竞选，嘛会当受你呼召，互阮知阮的生命受主你的竞选，我要爱完成上帝你托付阮的使命，将阮的生命伫领受救恩了后，阮的生命会当重新为着顶头前的生命为主来活。恳求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来晓学习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会知阮家己过着上帝你所互阮的生命年日，阮着爱安怎样来完成上帝互你所托付互阮每一个人无相款的环境，阮所爱面对的功课。恳求上帝你赐阮智慧甲开咱，特别伫阮的教会主要兴起伫基督顶面的勇士，搁较侪人伫大道的中间，伫基督的中间去经历着生命水的祝福，也互人会当因为伫阮的大道甲彼此的祝福的基督的中间，也会生命得到搁较大的祝福。阮伫你面前将阮下面的时间强求交托主，愿上帝你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同心恳求基督，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吼，咱做伙来看手边一份资料啦吼，咱今日做伙来看大道勇士的精选吼，这个挑选的法则吼，其实咱先来了解几项吼。咱这个部分顶礼拜咱嘛是拢咧讲着要安怎大道勇士的精选到底咱有愿意要做一个大道勇士无？大道勇士较重要是要安怎做？咱进入这个由民转成兵是一个勇士啦，不再是单纯一个信徒的本分所以今天来看带导勇士，这个勇士的重要性在哪里？那这个勇士呢，我们是要稍微来了解一下，教会应该要拥有3个属灵的勇士。那牧师在预备当中也发现说，其实教会就像是一个军队，我们在打属灵征战的军队。那有哪3大属灵的勇士？你们自己觉得？来，大家来想看看，你觉得教会里面需要有哪3种勇士？都可以讲。3种勇士，你感觉需要啥？按照你即马服侍，毛丁儿你先讲。那边的帮这个代表勇士啊，带导勇士啊，这个传福音的勇士。对，传福音勇士，还有个服侍咁样讲，不是，是。你按照你所了解几本圣经，你感觉有啥物款的勇士是作弊啊？咱之前有咧讨论讲教会有做侪问题有无？到底教会要创啥？咱会讨论就感觉讲，对咧，教会到底有啥物重要的工课，是主要这个勇士不断去做的。我感觉他都有讲带导勇士、传福音的勇士，还有一个是关怀新会友的勇士。关怀当中伊看起来敢若无拄是一起去讲传福音啦，但是会晓关怀的人，你这种的勇士有重要，我做重要。这种关怀新朋友的勇士这种人对教会来讲有重要，我感觉非常重要。伊若扮演带导者，伊买当扮演上传福音，我感觉也要关怀人这买讲招待。但是我感觉用关怀新会友、新朋友，这种勇士是需要有的。一个教会是我们整体的属灵的团队里面，关怀新会友是何等重要。因为当人要接触我们的信仰、接触我们的福音也好，我觉得关怀的人这个勇士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关怀新会友勇士。但是呢，最重要的基础还是在带导勇士身上。唯有祷告才能够带来教会的成长跟改变。我这本书算起来嘛，14、15年啦。按照我的经验，我发现我捌试过讲到我人生的经验帮助人。但我会感觉你这少年你的经验嘛无我较济啦。所以后来我发现你要帮助他很难啊。第二个，你说用圣经的话帮助他，好像也有一点点帮助，但是他听不懂
好，除非你跟他解释。如果你没有跟他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神的话似乎在他身上也起不了作用。但牧师不是说神的道、神的话不重要哦。牧师的意思是说，就算你要用神的话去祝福一个人，似乎也有他的限度。但是祷告就不一样，祷告代祷你一个是对解机嘛，祷告解机嘛。伊过去咧面对拢是请人为祈祷，拢看家己。是哦，伊祷告发现讲，原来伊的生命唔通继续，不要再继续为了单纯为自己祷告，应该要开始主动去为别人祷告。以后，他的生命整个改观，包含价值观，他对自己的病痛软弱，无形当中上帝就给了他，慢慢的有更多的体验。所以他跟我分享的都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命好像不太一样。我说他就跟我讲这些故事。一开始一种人，伊是对倒位开始伊难得，一开始为伊唔捌的人，为伊倒哦，伊安怎甲讲？伊讲我为你祝福，祷告好不好？这个人，我想我咧听伊咧讲的时候，就感觉我甲讲，他无形当中慢慢的体会到，其实代祷勇士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是牧师提醒每一个信徒。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学习，怎么为人代祷。这个关怀，这这分两种。咱基督教讲迄个讲佛教的关怀无啥像。咱基督教是用代祷，也是用祈祷求圣神帮助咱，互伊安尼当迄个。但是实际伊咧关怀是用金钱你看安尼是这种拄好较济，因为咱我咧听是你关怀认为是金钱去做关怀对吧？但是我讲关怀，同你咧讲迄实际迄是无共款哦。讲的关怀是譬如啥？譬如讲，你头先讲关怀是咱咧讲的关怀是大道，其实袂当爱甲分开。对啊，咱人爱教啊，想安慰还是安怎？对，爱明白哦。你要该去听哦。这是关怀勇士的人其实做这物件，但是我感觉一个关怀勇士，伊本身伊的聆听的功力也要去倾听也要去了解伊所讲的物件所以我关怀勇士做重要。伊虽然会晓听，无对位了记得所以我感觉一个代祷勇士，其实是上基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拢需要。我简单举一个例，譬如讲你厝里的人，有人还未信主，你要安怎甲伊讲较多？伊敢有对你？伊敢有法度马上对你来？袂足困难。但是咱基督徒，像我简单举一个，像我有孙女咱有孙女的妈妈我妈妈常常会甲我讲委员啊，你当初你毋是讲你要甲伊结婚了，你要带因兜的人全家来信主？真正我伫我的思想感觉讲对呢。我理解感觉讲，我若甲伊做伙，有机会因兜的人来信主，但是要信主毋信主在伫倒位，爱有人传呢。安怎传？你无传伊哪会知？所以我认为，咱伫基祷顶面爱做啥物，就是爱有先熟练的功课，爱先做到。那熟练的功课咱无做到，甲恁讲，真正就算你要安怎甲伊传足困难的，真正足困难。所以我认为，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功课。有机会咱再来探讨，你咧讲这个关怀所以咱对咱的基督教是一个做法条件的，因为这个书记伊的财力上好嘛，伊的财力对就是嘛是信徒是按人关怀，伊才有这种财力，伊用这种财力的时候来关怀别人是你那么跟我讲伊这钱安怎来的？咱基督教咱少做咱财力的有些是要直接社会人这个出去拢会
伊讲来帮助他，帮助他是讲啊，你提醒我就当地就帮咱吼。啊，咱的是咱若基督教的关系是安甲稳吼，啊，咱的财力啊，无当甲人比的时候，你看，因若要传佛教福音啊，甲基督教福音的时候，我感觉因会传迄种，因咱人吼是种看对的。问题是这哦，咱基督徒咧传的是出对听，咱的关怀是出对听哦。因咧讲的嘛，讲我嘛是出对听，但是有这种听无共，咱的听是牺牲。牺牲的意思是啥？就算我无钱，我愿意付出我的听去帮一个记出来。但是你讲对，无论主题也好，还是做者慈善机构，因付出的听，拢跟利益有关。但是，咱关于种事情哦，其实哪有简单讲啊？简单讲，我感觉咱的关怀，咱因无共款这种宗教因咧讲的关怀，出发点是无相同，出发点是共款。啊，现在就是你会当讲你嘛你讲啊，对。其实啊，但是感觉咱兄弟我们我今日这个天，但是别人信用无拄是安尼啊。吼，伊我感觉咱无必要去。我带你啦，我带当吼，啊，对家长咯，去关一个英文老师啦吼，迄查某英文老师离富路对不对？啊，伊生念咱的书籍吼，伊了解伊前，一个迄种在摕几千块呀，咱的关怀去吼，是安尼甲关怀，对安尼，啊，你看，伊领钱哦，就是讲，我这个钱，我讲我就人，安那边那就来，我们请我们的所以基督教的跟老师哦，对，来，我们雅各书来。若是有弟兄姐妹自身入体又缺乏自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对，这有什么益处呢？对，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对，对。第几章第几节？第2章第15。对，第2章第5节是。15节16节。这书第5章。第2章第15节16节。好，应该是14章16。有一件代志，我必须吼，提出来讲。等下，我来解决。伊不是，我要先话解释一下。你讲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用呢？这种信心能够救他吗？你有信心嘛？好，咱要来帮助一个人嘛，要来关心一个人嘛。但是你无行为嘛，好啊，所以就是讲，咱这种信心哦，干嘛当救？一共这几个例子说，如果有弟兄姐妹缺衣少食，你们只是对他说安心啊，你平安啊，上帝吼，互你啊，愿你会当食穿好烧啊，食好饱安尼。但是咱无关心伊实际的重要，安尼这有什么用？所以伊只要讲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伊只就咧表示讲，亲像你咧讲的，无毋对。咱就爱去设法，所以咱教会是安怎有这个叫做关怀基金嘛，对不？咱会去帮助迄个啥，我们救急不救穷啊，对不对？因为咱知影人有当时伊的习惯讲啊，教会有人会当甲我斗3工，煞我害人安怎跋倒，
伊一开始就需要咱家帮咱，但是帮咱久啊，就变成反效果。所以为什么今卖教会伊会用这关怀基金？而且关怀基金的使用，通常咱是叫做救急不救穷。所以包含咱咧关心人，咱可能无法度通亲像啥，亲像你讲主者，因钱足济，产业足济，有无？所以因马上会当做这。但是牧师啊，对我来看哦，我嘛感觉，譬如讲咱的教会就爱欠嘛，爱欠啥？欠咱若是要斗相共帮助人的时候，咱要有资本。我讲就你做生意嘛共款，你要做大，你要有资本。所以我拢认为上帝互咱就是互咱有智慧，咱的信心是要安怎去上？他这里的意思，他是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所以他这个关顾关怀照顾其实是针对性的，针对性的，不是针对信徒以外的，他是只针对信徒。所以他说，若是弟兄姐妹，对。那如果只是弟兄或是姐妹，就不是外面的不信的，不是什么救急不救穷那种意思的，而是应该真正帮他解决问题才对。因为你已经确认他是弟兄姐妹，是跟你将来一同承受那个上帝恩典。对，所以其实学校的关顾应该不是做到教外面去那些不信者，但是弟兄。但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部分现代人都市的教会跟城乡的差距真的太大。真的，其实你讲的这个部分的教会也有，他们真的是有在帮助，真的是信徒在这方面的需要。因为在我们的教会算是属于城市教会，大部分的信徒就剩一个要善讲不到那个改到三港下面，而且就剩那边到三港，我还到三港，被讲安。所以为什么说教会他们会有城乡差距？对，有城乡差距的问题。所以其实不是没有，的确也是有。我那老家有一个佛教的信徒，我今日做咧，啥物一个啥物业为事，伊肯定就是讲我食阮的出钱都是学恁从办迄啥迄个病啦，安尼从做救人工作啦，关怀跟你讲这是出钱是大钱都去感恩恶过来，无要紧啊，迄只嘛无要紧啊。所以今仔因就是讲，咱因的信徒较庞大嘛，对不对？我有想到圣经里面其实也有一段话讲到这个，是讲到说，其实我们所做的咱所做的，咱嘛就爱互人去看到咱所做。好，我已经按礼拜几我讲的到现在了。好，来，我们先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进度了哈。代祷勇士的事工重点是什么？咱下耶稣刚刚点好，第一行属灵的遮盖者。好，代祷勇士，他是为教会的牧者、长子、同工领袖、会众祷告。好，他属灵的遮盖，我知，但是遮盖者是一个类似一种保护啦。我这样去形容，这不是圣经里面没有。好，但是其实这个名词很多啦。好，那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这样去理解这个遮盖的意思哈。所以用属灵的遮盖你也当讲这个是保守啦、保守啦。好，那个属灵性上的遮盖嘛。譬如说咱若对咱的囡仔甲伊讲你要对家己有信心，你会感觉讲这个囡仔我爸爸给我一句话，那像一个保护安尼。所以我们是求神来保守教会的方向跟工作。所以其实我感觉讲教会内底每一个同工，无论青少年、社区、小组长，只要是领袖，我们都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提摩太前书第2章1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这段圣经在表明讲到，基督是一个属灵生命最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代祷的勇士，他必须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角色。他是为很多人，包含你只要想得到，我觉得都要为他祷告。所以，刚刚用这种属灵的遮盖，我觉得他是用这样来比喻，我是用这样来比喻。第二个，属灵的征战者。那
代祷勇士呢，他在祷告当中，他是要抵挡属灵势力的攻击其中灵性上的属灵攻击其实非常多，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教会如果要在灵性上有健康，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这种代祷的。简单来说好了，我刚刚讲一个，那干嘛讲牧师牧师做一种事无？你到底咱今日在讲后礼拜咱回来讲有关，要安怎为牧师的祷告团队？因为我感觉一间教会魔鬼撒旦属灵恶势力被攻击，先从哪里开始攻击？从牧师先开始攻击。我刚才跟咱讲，咱刚才一间教会牧师大概平均，我去甲讲的平均，我讲啊台中的牧师大概8档到10档左右啊，因就拢会换教会。当然不都所有拢安尼啊。每一个会顺便安怎看？教会的同工信徒会去做磨合的动作，但是差不多会离开，差不多大概我咧甲看拢差不多8档会离开的啦，8档到10档左右啦。我就咧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主拢是讲你不爱寻求的想法跟感动，我就觉得讲，那他是完成了工作吗？一些关系。我就觉得要看到你原先的教会完成了工作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我慢慢离开教会，所以我会当体会，我发现讲，其实一间教会内底，这个牧师带领信徒，敢不是就是要让这间教会安怎用起来，对不？还是讲，安尼平平啊行，顺啊行呢？也是讲愈来愈行倒退，这3种路嘛。一种就是带教会互伊进步，一种就是安怎一天过一日，另外一种就是退步的，就这3种尔。所以我就想讲，若一个牧师若离开到底伊是完成伊伫这间教会的功课了吗？牧师离开过来过年是。后迄个冤家离开的冤家离开用咧袂少咯。对，冤家离开的袂少嘛。咱简单用冤家离开来讲，那伫咱的属灵的征战，你感觉是魔鬼赢还是上帝赢？我感觉是魔鬼赢。魔鬼赢，我感觉嘛，这个教会内底为什么？咁真正是牧师拼袂过，灵性上拼袂过嘛。其实我感觉是这个教会的基本文化，所以我就思考，一间教会伊咧做事工的对表事工的过程，一间教会到底用伊它是两种的，是有代表个两种，还是一间教会有代表的用词分位？我哋教会反正这边，我牧师这边分裂啦另外这边的就带出去去开拓一间教会安尼有人讲这嘛是好，一定咱讲加一间教会出来你这逻辑这逻辑你咁样，伊讲加一间教会出来，你这逻辑你搞出去啊？为什么好接受一个分裂而出去的教会，这都讲传这个大家都讲教会，我讲对讲教会，是安尼对。所以我想讲，这个代祷勇士以及第2点叫做属灵的征战者，教会内也有一群，这不是咧做事工，伊是专门咧祈祷啦。这个祈祷对咱的基督徒来讲，最重要，伊是跟上帝咧沟通嘛，咧诉求嘛，咧哀求也好，在不断的祈祷中间咧敲出上帝的心意。所以我感觉一间教会不是会当做什么工课事工，嘛不是讲伊办偌济圣经查经班、研究班，都不是。我感觉上重要是记住咱祷祷伫真理内底、圣经真理内底，去帮助一个人体会人物伊甲上帝的关系，就爱透过祈祷，你甲看新约圣经内底，咱看
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咱基督徒伫灵性上，咱拢要看遮会要做见证哦。啊，若看遮，伊讲毋是属黑气，是讲迄人，迄种人看会到，迄种黑气，毋是的，是迄个相反的。所以18节伊讲着啥？伊讲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伊方法足简单，伊咧讲教会内底保罗咧提提摩太，简单无会概念，建立教会概念，就是教会一定要有一种常会当靠着信心，多方祷告祈求。啊，到底怎么多方祷告？这爱靠咱大家爱看上帝话，看上主的关系，咱爱共读圣经，了解圣经，了解上帝的心意。安尼做咧，你的祈祷中间也愈来愈了解要安怎祈祷。所以我感觉圣经内底咧讲起，咱教会，我头拄咧讲的，教会一个牧师的离开也好，迄过程我一直咧想这个问题。教会要安怎倒转来到咱较顶面所讲，教会要有3种的属灵勇士啦，大道。这大道吼比传福音关怀吼更较重要，因为伊代表这间教会有一个好的文化。所以咱来去看嘛，咱的教会，咱大教会，伫基督的顶面，事实上咱的操练，无，哦，咱操练，我感觉这是对咱来思考的问题。好，咱继续来看，好。对。到底这一段是在讲什么？那意思是，教导书加更多属中去祷告大军，都是说看加我看，还有祷告的大军。因为我们祷告属灵的征战是靠人多吗？不是啊，不是靠人，对，不是。所以我们靠的是什么？对。这个苏华牧师娘哈，对。苏华牧师娘以长也举例讲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垂听的祷告是第一，诗篇34篇义人的祈祷；第二是诚心求告他的祈祷，诗篇145篇；第三是真心悔改又谦卑的祈祷；第四是照他旨意求告这的祈祷。那这些既不是在乎人多，对。那不垂听的有一，最显然的祈祷不能垂听；二，不信使我们的祷告不能垂听；三，以前我经文啊，对。三，不饶恕人阻碍的祈祷的答应；四，疑惑的心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五，受检的良心让与主的交通就断掉了；六，动机自私的祈祷阻碍的祈祷。其实，所谓属灵的征战，不是在乎人，而是在乎什么是属灵。因为他讲第18节说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那我们祷告是靠着圣灵，我们靠着什么呢？是这样子啊。属灵的，我们怎么属灵？我们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肉体，哦，真的是圣灵使我们又重新活过来了，但是我们就是靠这个圣灵在祷告嘛。那这圣灵有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它，我们就是祷告嘛。但是不是我们要去操练一种很多人一起来祷告？当然没有说很多人来祷告会，你2、3个齐心合意祷告会有用，为什么要一群人？表示你就不能齐心合意，表示你就是都没有达到这个祈祷的那个标准都没有达到嘛。所以在这里没有，越多人越乱而已。对。上帝在选人不是多人，他在打基甸的号角，一定300人搞啊，所以越来越少，要多哦，人越少。对。所以其实不是要祷告的大军，你有一个艺人的祈祷，一个以利亚就可以3年不下雨，还有什么？哦，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要去建立什么祷告的大军，而是我们应该去回想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祷告有什么问题？因为只是讲祷告没有用，会当去运动不会。哦，啊，不然运动你即摆去也袂歹，哦，尤其哦，人去弄祈祷会，哦，逐礼拜几拢祈祷会，足好足好。我想一个是，祈祷会啊，伊就讲看圣经无啥效，但祈祷就效。啊，你若无看圣经，你祈祷你嘛唔知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祈祷的时代啊。我跟你讲，我们做真的内心被神的感动，我们就自动会出来。哦，那天礼拜3
我说的不是单纯的那一种我们在世上所看到的那个军队，我讲不是那个军队的意思哦，我讲的意思是讲，咱咧做的军队，哪是像咱咧做咱咧甲这个魔鬼撒旦做这个主的自己的征战，单独信徒自己包含2、3个人都有可能的。没错，但是我们不算什么，对，但是我们还是在征战。我们虽然不算什么，但是你还是在征战。但是要怎么样胜过这些啊？这才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对吧？啊，所以虽然我们咱会感觉讲啊，咱是看无以角度来咧看起来，但是我感觉上帝话嘛是咧指引我，要我们怎么样？譬如说我们刚看的《以弗所书》6章，它里面讲到都是我们要怎么样？譬如说真理的腰带啊，公义，我们的真理，对，就是这些啊。哦，这些。如果我们圣洁不可无瑕，因为我们要圣洁像我们的主圣洁一样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要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在旧约里面讲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我们要先圣，我们要成为圣，因为我们的父是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圣洁无可瑕疵。所以其实这样才会谈到属灵，其他不是去把它具象化，说真理的、平安的福音的、平安的福音的，你那个去具象化，你怎么具象？你那是比喻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说，我才说这一段也是长读，但是我就是一直觉得他这是在谈什么。所以懂的话，不能解就不要强解。就彼得前后书那里跟我们讲说，有些不是很明白可以解释的，也就不用强解，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显明的事就显明的。对，至于军装，我觉得是比喻的。对，它是比喻。精兵，弟兄爱说也常常讲，但是问题是，这只是一个比喻啊，一个精兵是吧？对，我们怎么去比喻精兵呢？我问你，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我们的元帅是谁？约书亚他们要进去应许之地，他去寻，他看到一个人，他说：“你是在帮我的，还是在反对我们的？”他说：“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其实重点不是我们要去怎么做怎么打，我们照我们的意思去怎么做怎么打，都是失败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是应该，如果我们真的神的灵感动我们这个圣经已经解经，我们就可以写得很清楚，说：“哎呀，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就我看讲，如果只是保罗这一段，虽然他是保罗，但是我就是看不懂，因为我不晓得他是比喻的，还是按字面的意思去解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那我问一下，第10节。第6章第10节，他说他前面不是讲了一堆有关于父慈子孝啦，有关主仆之间的关系，然后第10节他就讲到最后你们要靠着主和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他才开始讲要穿戴。讲到这里，突然就豁然开朗，因为前阵子牧师也讲以弗所书嘛，前几天对那一天讲到，我也把以弗所书查了一下，我发现以弗所书在谈的，就是怎么样去合而为一嘛。对，在这个在第1章里面呢，他说你这里有他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第1章的同归于一第2章呢也是第14节，因为它是我们门户将两下合为一第3章呢也是在合为一，第4章、第5章都一样。他先从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叫罪跟对，再谈到教会的合一，然后再谈到家里面的合一，对，夫妇甚至父子都谈，全部合一都谈完了，他才来谈最后的这个还有最后的这个话，就是要全副的军装。对，没错。所以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跟在前面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要不要叫上帝的圣灵安慰，要怎么样呢？他说，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文召他说这里，第2节、第4章第1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最后呢，他才谈到说，在括号第9节说，既说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在创世界前就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有所书所谈的哦。其实那天我之前在看你，因为出来一天，哦，礼拜前有所书，我觉得这个是问题，有点新。我最近我看所书，我看所以你现在原来就是要在圣灵对，所以我们要体会基督的信仰，在这里是那个第一章第15节到第17节，好，其实你也可以看到第19节，15到19节，因为这里是保罗的祷告，我觉得他已经涵盖了大致上他希望所有的信徒哈，我听到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不断的为你们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在为别人祷告里头，包含你说你为自己2、3个人祷告，其实咱拢爱抓到那个核心，就是讲这个保罗他在为以弗所教会，或者是为提摩太也好，伊咧讲的迄个核心，我拢去找一本圣经以来底咧讲的迄个核心的重点。好，我刚才去找圣经的15节到第19节哈，其实你可以稍微总结他要忍耐带我的一个方向，要怎么样跟神的关系，这几外我的感受了。咱这个部分哦，第3点到勇士的事工哦，还有一个部分叫做医治与复兴的代求者。好，那我这做代祷者，你也可以说我的为别人记得我，好，啊个为了啥？为了企业还是自己的，啊，伫个家庭也好，最后是做欠过。你安怎为记得我会当平心我，你就会个外生命，然后会不亏待。我感觉这是属于这个范畴里面的。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在苦难当中、困苦当中的信徒，需要帮助的人祷告，带来上帝的医治跟更新。好，咱来想讲吼，人是因发上的，你想，无对你讲信神，伊的时间会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但是，伊若是唔捌上帝，有可能一直在犯罪。所以咱需要代祷勇士是，唔是干那晓讲哦。有的人是都爱讲，但是我鼓励这种爱讲的人哦，有勇气去讲指导，去讲教的时阵，我拢鼓励你就为祈祷，哦，你莫讲伤济，哦，你爱放一较侪祈祷，就应该上帝祈祷，为这人祈祷。求上帝甲伊翻转，求上帝甲伊启示，互伊毋通去犯错，毋通去犯罪，毋通去做一件歹的代志。即个人自然伫个祈祷中间产生和好。这是我的体验。所以那个书中讲啥？6章16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代祷的勇士的祷告不仅是会带来属灵的医治，还会更新人的生命。好，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当然祈祷哈，有做一种方式啊。牧师的看法是感觉讲，因为咱伫教会内底哈，人哈，咱的人啊工作，咱即摆咱教会其实工作足多，好，但是我感觉彼此互相。咱通常拢是以做好做嘛。咱这个公园我说我是为你祷告，我可以做就是为你祷告。你最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感觉爱较侪安尼机会啦。包括我嘛鼓励治安吼，也带童工、带青少年学习要安怎祈祷，因为伊若袂晓祈祷吼，变成你就爱一对多了。吼，你一个领袖，你爱对10个青少年、8个青少年，你爱常常为伊祈祷，但是为伊祈祷以外，你敢爱教伊祈祷？好，你教导伊要安怎祈祷？好，帮助伊学习
道的文化，其实爱伫咱的教会中间豆豆产生。吼，因为基督会为囡仔、为青少年、为老人、为需要的人带来医治甲恢复。所以这是这个部分吼，咱会还有问题，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我说咱一间教会吼，咱一间教会是会议啦，每一间教会拢共款啦，有时会议老袂了啊。敢是拢是关怀无教会的因素。所以有时人讲真教讲啊，你段时间不够啊，所以拢老袂了。但是我爱讲，这毋这个关系。但是关心有够，我嘛捌拄过，关心有够，有迄个新朋友我卡去伊讲某咪啊，你前一两礼拜你拢无来啊，最近是还好无？你来阮大桥教会好无？感觉安怎？伊甲我讲啥？你毋知？伊讲无啦，无事。我个人较袂爱安尼人上过主动所以恁的关怀当中较主动伊就惊着啦。后来我就了解讲关怀的勇士你着爱个会晓看讲适当的时间话就茫讲安尼。你来马上切入去啥？今日真欢喜看到你，我来为你做一个祝福。这拢是一个美感。我大概教会30年来足侪兄弟姊妹困难关怀，有疼心，大家有时欠命嘛是讲借，借着嘛是走，所以嘛是走，咱帮忙，那个帮忙解决困难所以我讲到讲大个做重要，你为这个关心无毋对，真好。但是你若无倒转来伫基督的功课，其实拢学得正。所以我拢感觉，咱做任何事工，咱爱伫基督中，家己为家己基督，为基督以外，咱家己本身嘛着爱培育伊，互伊学习基督，操练基督。所以我最近我有这个体会，感觉讲，若开始咧带这个囡仔、青少年啊，因咧陪伴，看我会当出去创啥，拢无问题啊。但是若要来教会，有安尼拖沙，所以我现在路上袂就是啥，新的朋友人我袂共钱尔，人行过来这新人无，对台南市无熟我一台车去到安尼台南市、台南县市，风景区，安尼意思，世界啊，佚佗，逐礼拜下晡，安尼回佚佗到安尼，毋知要去载倒了对啦。到尾嘛是，无人讲要选，伊就无钱，着别人代志别人代志安怎我你当时迄个我简单估计咧，咱做这种关怀我讲唔简单，你做会到，佫有人做咧比你佫较好。对，我知。安尼了解无？你若了解，你就能了解讲，其实你对伊做这个关怀，已经不是上重要的，就是讲爱点到为止你要怎点到为止？你就爱切入切入伫伊的需要是啥物所以你若一直咧关心，但是伊就不领情了解无？这毋是一对你讲两对。做侪拢安尼啦，做侪拢安尼。我不是我姊妹讲讲，三哥你安就对讲几路用，人走我想他们讲我对我先买足艰苦。所以咱来定心倒转来思考讲，咱即摆要关怀的对象，咱是毋是去注意听伊的生命的需要，来为伊祈祷？因为当你为伊祈祷，甚至你带伊到上帝面头前，伊代表是啥？带伊祈祷的意思是讲，我带你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领受上帝对你讲的话迄无共款所以你带伊祈祷是帮助这个人，互伊重新安静家己的心灵，去认捌咱的上帝。所以这种工作足需要，咱拢无咧做，咱带去啥？活伫这个世界，对无？因为这个需要你家己帮助，但是我带到上帝面头前，
怎咧领这个福音嘛？啊，如果咱若拢无咧做这个代志，咱拢咧做一般世俗人拢咧做的工课，安尼就无帮助无利益啦。所以你讲的无效，哦，安尼无效，咱安尼做。搞我那个，我那个，咱现在小作啊，在拢袂那叫啊，这个教育，你还是安怎样？我听着那个，我听着哦，我开始讲好，既然你那想，我就做一个起码甘伊较好，比较较好的。可以，安尼可以会满足了对吧？到尾啊，带，毋是一个少年，那个带，那个一个少年，我实在做唔过啊，真系。所以我惊呢，就起码讲，我你来哦，咁啦我感觉迄封锁呢，哦，甲你。我是安尼拍着无对了，伊拢要甲回，我咧调过伊，我咧作事，我就甲伊讲，你甲迄个新闻讲，我安尼用惊恁吼，孤单，我知伊足孤单啦，无人伊无啥物迄个姊妹回我，因为个性歹啊，今我好，无要紧，我来陪伴伊，这死个啊伊佫。带着死个，但毋是关系，佫走到家己，佫踅一个转来，这个中间吼，足半年，我踅到毋知要佫带去倒去，到尾啊，叫者姊妹，咱来到位，走，我就走，我实在做无通接受的，所以电来，我讲，你今仔是咁样管的，你毋知啥管的，你我就对了。你咧带人的时阵吼，你会想要跟人分享你的生命，你安怎领想要？我是迄个，你讲话咧，你讲无啥好，你讲改啥好吼，或者你介绍就来我做安尼靠手手咧。拜托回即摆人哦，靠啥物你改啥好话哦？是做啥人改啊？你生意嘛毋得，结果我。你说做在别人你改做较紧，较你帮人，你看人会最紧还是最样的改一几十块啦，我咧人讲做亏，这个摕到你有最不济啊，一个从真好，摆咧，我要讲的是讲，其实咱要处理世间上的代志吼，真正大家人角度的、甲你看法拢无相同，所以咱要办人，咱来用这种角度来办人，一般啊，都有他的理解。但是有一项咱来去思考是，到底咱所信的信用、真理方面的话，咱的救恩对外的生命，到底有偌多？我领受偌多，你要去思考，这个就是构成家己的自己。要做哦，安尼做什么？真正心都不管。因为你看出，你看，甲你讲，就是咧看较接近。
骗，你这项愈害，对不？对不？骗半当年，无甲你骗3年，来，对哦，最后一项，大道勇士就是教会甲社会的桥梁啊。这嘛是咱的主纲重点，就是讲，代祷勇士他不仅是关注教会内部，还要为国家、社会跟社区需要来代祷。好，他会成为福音与平安的代祷者。就是说，圣经里面亚利利书，好，你看亚利利书29节记载，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这段圣经在是圣地亚利利哈，先知耶利米哈，像个咱知影比利亚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所传的一个信息，目的是要帮助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被掳的这段时间，理解，他们要理解上帝的计划，并且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生活了。好，所以有真侪时阵哈，有人讲这个咪完全要搞啊！好，前阵咱买看到讲，包含这个乌克兰跟苏联的战争，有无？以色列跟阿富汗，好，所以你会看到在过程的中间有侪在震惊，人拢在思考，到底咱要安怎做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咱知影讲，耶利米亚特别提醒，当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所在，要安怎样去了解上帝的意思？好，所以圣经讲为迄个城来祈祷，因为迄个城平安，恁就得平安。所以你会记咱台湾人在中乐会所在为着台湾，有无？有死，有无？咱拢求上帝来扶起，小到。所以今天好，为啥？对不？来做酒啊！所以你若甲看到，你会发觉咱基督徒拢无去注意到一个上帝拢咧甲咱讲更较重要的信息啊！上帝爱咱基督徒做一个勇壮的人，勇壮的人爱要对焦伫上帝信息的内底，爱咱成做一个新款的基督徒。咱做基督徒，咱拢敢咧想讲，关起门来，伫教会内底，讲社会歹偌歹拄偌歹，讲外口的人偌歹拄偌歹。但是第一，无要好好祈祷，无要为着这个代志超出上帝的心意。人甲人的中间，伫遐咧讲迄543，有无？所以你会发觉基督徒为什么无勇气？拢是安尼啦，因为咱台湾这个原则就是澳洲国家，咱传统经济嘛，咱台湾8%咱我都传到6、7%，这是人讲少呢，迄是做简单的代志呢。因要背错啦，对吧？要背错，你看有足侪人敢背错，做出非常大，非常大点背错。所以我感觉，咱今日读多少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你若手边有圣经，你看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上帝的话啦。因为以色列人一定受比利到巴比伦以前人就像咱今嘛，哇，做这迄个道教啊，做庙寺边啊。咱会感觉基督徒若过起来个无平安啊，你讲环境是无平安，但是我比较一些人因素到平安来上帝管就是爱了解上帝计划是啥。所以如果你来伫这种环境，你唔知上帝计划是爱你有平安，你该看上帝爱你有平安，结果来看，我咧看上帝，你主啊，我记得我伫这艰苦中，牧师嘛毋是咧讲你伫这种环境，你得爱自认为家己平安，唔免创啥，唔是？是。这叫做社会做错就是啊，因为人拢爱看优点，是。你比如讲，有时常啊，讲到你，
咱的心啊，心切心的，嘿，无物件，但是那会物件，哎，我甲你讲，在上咱的无，但是你若也秘书你高中的第五在个第六，伊是甲迄个比例的人吼，当消极，消极的在那边等待埋怨，你得爱积极生活，你爱去新建家庭啊，你的家庭、你的土地爱去经，爱去耕耘，咱的基督徒通常拢做爱埋怨，埋怨的对咱无够积极的努力，这叫积极生活。叫做你伫生活吼，休困也好啦，要工作也好，无够积极。工作态度简单讲，迄叫做工作态度。你看人迄无实力，我今日跟一个过节教会姊妹，我因囝甲过去教会，我嘛一直有伊的信仰记得。后来念咱这个囡仔，伊22岁，伊做啥？伊即摆后礼拜23岁，后礼拜准备去台积电上班。伊是学啥物诶？伊是学幼教，幼教科系的，但是要进去台积电做操作员。后来我了解这个囡仔，伊熟悉啥？伊是因兜饲做者动物。伊是对所有的生物科技啊做研究啊。你看一个囡仔，伊无信主哦，但是伊对伊的人生有充满侪望，甚至学习的能力真啊悬啊！啊，我有当时看到基督徒，咱出来的兄弟姊妹，特别是咱少年啊，学习能力不够积极，对不对？哦，你看这国中生。哦，做去研究享受，哦，你讲食薰啊，哦，对我咱做等下，咱记得有一点就是讲，咱做一个代祷勇士，咱来社会甲这个教会中做一个桥梁。所以你别看这个代祷勇士，这代祷勇士，伊毋是讲你讲传教会的东西啊，这个伊的生活工作，教会中间是一个作用中勇士了。积极的在信仰的里面，所以你看咱我看亚利米出来的神的公义，上帝心意，上帝计划是爱咱人平安啊！你爱温存做工，吼，你嘛着爱积极伫你的家庭的中间以外，上帝要爱咱知影，上帝互咱的就是平安啊！咱是你讲的做工作，你跟他讨论，你无材料的啦，你搞这20个，通叫你来信仰多少钱？我看，我即摆对传统我所有的福音吼，我感觉你安怎帮人做一个，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无，但是哦。我的经验是，只要若空我好的人，会空我有机会做的，无就是有钱无钱。我拢有迄个企图心，想要互他伊做朋友。所以我发觉，我这种的态度，无论我要讲什么话也好，要讲获取什么资讯也好，我拢足容易的。好，一个迷信的人，我若抱着一个做朋友的心。这个迷信的人，我会足容易了解伊在做啥，所以你发觉无，有的是牧师等于教会搬出来听。我其实讲起来，我差不多一档来，我当来拢熟个单伊在做啥。这就是咱爱去努力的地方。咱做一个基督徒，唔简单，是咱伫信仰上爱好好追求。咱伫生活上，真正亚利米神弟伊咧讲的讲，这第50到第60吼。伊伫咧鼓励遮个比例的人生活，哦，要安怎进步，爱积，哦，其实嘛是差多吧，吼，所以，我咧讲为我传你去这
因是比较，对，过去去去，伊嘛是这可能怎么困难在，人开饭店，人我们做啥知影？有些人歹就歹，但是我其实我比较表现，我就是基督徒，我袂来靠这个，我就是表面讲，我关心因开这间店吼，是，互伊这间店吼，对，人想就讲，伊是一个基督徒，但都咱感觉无共款。你毋知影？迄天咱做伙去食饭的时阵有无？迄天我有特别咱先自己介绍我们，跟大家讲。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在从代祷者的勇士，在他的重要性，在他所扮演的角色里面，我们要如何学习在代祷事工、代祷的勇士里面，他需要所从事的重点，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他不仅是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带给人是一个在灵性上的保护，也是让许多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代表者。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带领你的教会能够兴起更多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愿意更多的委身，帮助透过祷告能够带领教会，协助牧者，协助主的仆人，一起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更有力量来为主做工。也愿主你能够带领大桥教会能够成立祷告的殿，每个地方内进到神的教会，领受神你的真理与话，也让我们一起能够时常彼此代求，彼此代祷，能够为彼此的需要跟软弱欠缺，能够向主献上恳求。愿主你亲自来补足、复兴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合神的心意。愿主你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也祝福每一个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一同领受从你而来的感动与话语。谢谢你，愿主你保守你的教会，带领我们前面的侍奉以及前面传福音的工作，都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我们特别为12月21号在大桥里活动中心的市集活动，让我们所付出的行动不单单是外在能够看见的音乐侍奉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让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用主的爱，用陪伴，用分享，用介绍，用主的爱的传递，能够带领他们看见基督徒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喜乐与平安。求主你也将这份喜乐、平安带给每一个能够认识主的人，让他们领受到真正的平安，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所以讲，